时协力。好来，我相信啊，即摆袂食的，那俗个大碗个满钱，生意拢强强紧。伫个高雄都有2间真便宜的便当店，其中一间伫个三明区的菜市仔底，头家排档卖便当已经卖20外档啊，3项菜。 半粒的卤卵，佮搭配着鸡腿，也则是排骨，一粒便当敢若卖60块，每一工拢要卖到中昼12点就卖了了。啊，那另外一间便当店里的5价，这个配菜加上一腿超大腿的鸡腿，一粒嘛只要65块，嘛是伤济人买。大家伫灶骹真无用。 便当一到有空白啊，斗3工，底好饭的便当一个交代轮流放这个菜，穿好了后准备送去菜市啊。人客一个一个来，生意真好。这是真的啊，便宜啊，又好吃。因为便当有够俗，每一个便当内有高丽菜、培玲啊、菜脯卵等等有4项菜，佮有一支鸡腿，也是排骨，也是讲炒羊肉、煎鱼啊，一个才60块，还佮有更较俗的。小的这个都是50。 较细份的50块，高雄三明区传统菜市仔内，这个便当担头家已经卖20外档啊！这个介绍有真侪老主顾。不煮普通个这样严重，啊，我只有讲啊，都薄利多销。就因为俗，逐工中昼要卖12点，便当就卖了去啊！加上学校甲公司行号注文，一工便当卖3000外粒。俗的便当这嘛有。 鸡腿先煎过，逐鼎拢是甜而甜，因为这个鸡腿便当上称。我给也对啊。系啊。热菜嘛真大方，过来看这支鸡腿甲藏起来了，便当起啊强要看卖吧。这份大鸡腿便当一个只要65块。所以讲食到的时间袂够，就真侪人伫排列，好食佮俗的便当，互人客拢学咯。比外面便宜多了啦，便宜多了。 那像一个便当都90块、100块了，物超所值啊！虽然才开店半年外，不过一天的便当量已经要我500粒。头家讲，但是赚无济，不过真欢喜。即马通膨时代太严重了啊！我都有赚就好啊嘛，会欢喜就好啊。最近民生物价一直起，有真侪人伫找这款较好食、佮较俗的物件。高雄这款遮俗的便当，互民众食伫嘴内，感动伫心内。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